真出名的国际导演罗培祥，感谢头一部拢伫台湾翕的电影《台北对一兵》，最近伫咧台湾宣传。就这评论家认为讲，这规出电影拢是透过赛车烧热剧情，和台湾的景点出现伫咧国际舞台，对台湾的国际形象是有正面的帮助。Ready？ 提前先期准备好，女主角桂纶镁演女配车手，伫台北大街小巷走撞。这出由导演罗培祥监制、家己导演的好莱坞大片《台北对手令》，是头一出专片伫台湾取景翕的大片。剧组最近来台湾宣传。To arrive and to see thousands of smile, the people, the smile they have, it's so, just that it was just perfect. 真的非常荣幸，这次能够接到国际的制作。然后罗培松先生，我从念书时期就一直在看他的电影。演员是讲，其实伫台湾拍片，甲伫好莱坞拍片无真大的差别。不管伫倒位翕，若是对电影有热情，翕起来感觉袂差真济。That's the beauty of being an actor is they get to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. You get to come to beautiful cities like Taipei. And work with an international crew. I have many, many fond memories of my time there. I hope you enjoy the movie as much as we enjoyed making it, and we really enjoyed making it. 拍片期间，台北市政府予因真侪支持，为着热车剧情的需求，进行大安区顶8区12条路做管制，予因翕创下纪录，包括台北101、西门町这些景点拢上荧幕。自强隧道封了5晚拍摄，你又绝对想不到这些动作场面，竟然是可以在台湾拍的，在美国啦，在欧洲的电影里面才会看得到的场景，没想到在台湾也可以，所以我相信很多国外的观众有机会到台湾就会想来朝圣这些地方。影评人认为，专片和台湾景点上国际舞台，除了商业效益的效利以外，有助台湾国际营销一加能见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